今天呢，在节目中为你们邀请到一位歌坛新秀。歌坛新秀，哎，说到这个人，我们常常看到他的，对他的脸孔啊，已经非常熟悉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啊，这个小妹妹已经长大了。哎呀，还出唱片了，出唱片还出一个国语唱片，哎，受不了，居然唱起来也是字正腔圆。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位青春的玉女，是，那就是谢金燕小姐，欢迎她。谢金燕，哎，两位叔叔好。哎呀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燕。受不了你对我的苦，广告又排山倒海的来。讲真的，费玉清哥哥跟张飞，你是叫他什么？叔叔。哎呀，叫叔叔，这个是上级。所以同事的女儿如果长大了，我们就显得比较老一点。你要干什么啊？这个眼神，这个秋香，你得离开看。哎，理解什么意思吧？这样啊，同事的女儿安暖。哎，我是说同事的女儿长大了，我们就变得老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拍谁啊？我还写个反听说费玉清那个以前在长滨秀，我们经常模仿诸葛亮先生，说很像，有这么回事吗？你刚讲起也模仿。哎呀，我学令尊也是有一套。看看才知道。哦，要看一看哦。哦，看一下。啊，你看没哈？我点来看恁爸爸一个广告。好。讲小职员，是经买无换迄经安尼。真是安尼啊！别人都爱卡针脚，我的跟你爸爸比，我的小 case。哎呦，变小 case， 小 case。那是讲诸葛亮先生，我对他真是了解。您也可以。教女是有方的，哎，不是开玩笑，我模仿起来就是惟妙惟肖。你也可以模仿。模仿起来人不是刚刚我也卡针的。是卡针。口气跟到恁爸爸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要乱来啊。没有讲，我爸爸才不会这样问我呢，因为他知道我很乖。哦，我知道了啊，你现在也已经长大了，爸爸不可以随便在卡层会给你打了啊，但是你自己要懂得注意一点，不可以交男朋友，知道吗？交男朋友会影响票房，这样下去的话，就对你前途有影响。哎呀，交什么样子的呢？最好能够去。哎呦，哎。你是什么人呢？你跑来干什么？不要乱来！我告诉你，我在教训我女儿。哦，今天颈部酸痛的。喂，你爸爸来啊！我相信怕起来了。哎呦，诸葛亮谢谢。哎呦。您请大兄，嘿，是啊。哦，病足重哦。什么病？你看我安尼行路照门有什么病哦？你讲。哎呀，这底层哦，哦，你无讲我是唔知啊。先甲人去问好者啦。Thank you。讲给咱台语讲，台语叫大哥大。哦，伊无简单的。哦，伊哦，他在做歌星啊，我做主持，你甲访问。哦。哎呀，哦，结家袂就敢足可以啊！好问我。哦，哎呀，拄只有来开阮查囝呢，你来开啊？我们应该叫你猪爸爸才对。叫猪爸爸。对啊，猪你要叫猪叔叔。哦，猪叔叔啊，要论辈不论混。你叫我猪爸爸。对啊，他叫我猪叔叔。哦，这乱掉哦。有什么新的关系？那伊甲我是较早。你较少，那恁惠珍人特别带做恁大兄，讲要互我做师啊，就是去见一个，就是见你要拜我做师傅啦。我看伊安尼这个型的，我都唔敢收啊。哎呦，国语的，我台语的袂通啊，沟通不了。结果伊即马呢，哦，足签的。真正，个恁惠珍人为着你。哦，哎呦，你教我刘家昌，哦，钱偌少的伊个，我你靠呀！这款代志，你别项记你记这个物件呢？迄落做请伊食饭，请几夜摆啦。钱偌少，结果你起来对唔对？哦，安尼哦，哟，对阮兜的历史我真知影。恁兜的历史迄阵我了解，你个惠珍人会袂歹，袂歹。所以你今仔买车互伊也应该。哦，对。你买厝互伊这也应该，互伊阿弥陀佛，安尼也应该。哦，知唔知？朱大哥这个人，我是希望阮祖囝千万莫买厝互我，叫我阿弥陀佛安尼就好。叫你阿弥陀佛。系啊，我你嘛拜托一下。你平常时
时唔修，你平常不修，你这个突然就要成活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嘛是会使食菜啊，哦，但是庙唔修啊。表唔修啊，你大家看到我阿弥陀，哈哈，地姑娘，阿弥陀呀，哎乱呢，袂使。哎呀，而且佫一个问题要请教，哦，你爸囝徛到阵，有影咧看袂出来。北路啦，啊，妇女啊那条，地姑娘先生这个面无啊，是啊。佫有法度生到遮水的查囝。你这款面有法度生出像伊这款的查某囡仔，我这救你是安怎样有法度安尼？哎，你订甲对后山落哦，后山是后山啊上后壁迄支啊，后山，对唔对啊？哦，你意思是讲我的人的面就是安尼，啊，阮左囝较水。有影咧查囝咧遮水啊，你袂使安尼讲，啊无是安怎伊即落面，啊是安怎伊即落面，对不对？哦对，是安怎共一个老爸老母那生出来这面的无？对啊，啊可能是这老母偏心肺亲遐伊啦，有伊的心，有心的心，可能拢食水果食来啊。哎呦，哦，食水果有啊，差恁。老母有心可能拢食槟榔啦，恁老爸无槟榔啊，食色条啦，啊哦，若这形是食苦鱼啦，可能。啊，你这款面可能阮老母甲恁老母是换贴的款面，你这款一看来干那食姜子。好的，我生日咱就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我生这较水尔，你是咧亏啥物话？啊，恁某咧病伊的时阵食什么物件？食水鸡，啊，水鸡。讲话袂啊，啊，我唔水鸡量啊。今天父女两个人啊，在我们不今是啊，天老爸歹啊，左囝水，这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这一半行啊，我嘛是会真水。我头毛吹起，我嘛是做缘投啦。哎呀，他的头发已经是商标了。你希望你的女儿将来能够到什么程度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哦，那个看他的命啦，这么爱看这个我们看不出来。啊，照道理讲，你若要甲真正啊，看条件不错，你若真正要改迄落一个，一定有法度到一个目的啊。啊，迄个打出来，你就咧甲开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这个拍完我久。较早捌听到这个小亮哥甲胡瓜来讲，讲什么？诸葛亮放出风声，袂使伊查什么人歌星内底查甫，若是拍恁查某囝，要打断他的狗腿，敢有这款代志？无你是后摆伊爱的对方，伊家己去选，家己去你若介意就好，哦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吗？啊，这小事的代志，要我人足了解。那我们这样来做一个智力测验。哦这不能智力测验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谢金燕拿这个笔跟这个白板，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只喇叭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这个啊？这是不叫喇叭，哎呦，这火车上耳朵，耳朵，耳朵还鼻子，耳朵，不是耳朵，耳朵。耳朵。哎呦，听说令千金这个没有，对今天乐器方是面，我爸爸要表演，哎呦，大家在餐厅就看到诸葛亮先生，刚才就看他这个用嘴巴讲话啊，都不知道他这个乐器吹得不错。对，啊，来，没有，是他，这真的是他吗？是他，但是他吹这个不得了，20天就会了。李泽刚娘娘，嘿，我听说拜我们国内一个老师叫什对么？，萧东山，哎，东山，哎萧东山先生嘛。哎呀，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了，哎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哎，这小孩子一定要给他有这个音乐方面的培养。咱讲坦白的，因为我较早我嘛是咧本一个嘛，啊，不是，起码所以喙齿示范一下，我哎，人也唔捌看，袂使啦，这人也唔捌看。这不是安尼讲对。我会讲吼，那有一天，唔通定讲你好的一面要用不看，是安尼。吼，因为我这个用来咧摇啊，对啊，你有，但是你无安尼规空互人看咧，就对啊话，歹但是看咧。我会讲，绝对作战的，不是，袂使，好不好？我在等你。我讲你若喙齿摕起来，你的收视率超过40点。真是安尼。嘿唔免啦，我30几条，我等你。你若有才调，你等咱两个人过来第一摆，来这头。我们先请谢金燕给我们表演一个歌曲，好不好？哦这样子常常在练习的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来听听看哦谢金燕。爸爸摕互你笨吼。还有大乐队伴奏，掌声先鼓励一下。
对，来，这拿的太重点了，真正有影无简单。我分这个乐器，我分过来年。哦，很难学的一种乐器，耳朵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哎呀，请问一下，猪爸爸平常有什么怪癖？你先写。哎，我电视拢交替创一台尔，楼顶拢无啦。要看，大家拢落来看。结果因规个拢占条的啦。因拢占条的，我要看棒球啦。因要看板面啦。这一个拢对我一个不服，安那会使？哎呦，大家拢规条，起码莫惊你面前过，退。哎呦，大家拢走，安尼我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在 TV 前面放屁。哎呦，够了解的。因为我爱从这招，才赶会走啦。你安尼放一个规拢相片，无啊，我迄个看死的。你放了，大家拢走，你就大家拢走，我就专门就看棒球。你喜欢那楼上不给他们装一点电视？你楼上装电视哈，大家拢求伫楼上，我家一个老大人踮遐孤单老人踮遐看，过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过来这个，希望将来未来的女婿，A 诚恳俊秀，像费玉清这种型，哎呦呦，热情奔放，属于张飞这种型。天哪，你颈部酸痛啊！我家己的痣嫌吞了。第三啥？第四，我个低肝连呢。第三就是高语高追型，迄大字报是写什么名？高语高追，故意诸葛亮。哦。你爱上病无？我的猪去差一点我就吞你。你这款是高语，你哪有猪？你的鸡喙齿险险就吞落来。其他就是看伊安怎拍算啊。这就咱就歹讲啊。这歹讲。这种测验就错误啊。错误。那你想讲伊若要经了做会议签，无可能啦。伊这算啦，少年开活拍型的啦。伊是少年活拍型。会议签这裤啊头型的，有一味拢无出来。哎呦，你是讲到真正，我真了解伊哦。你这个型的就佫袂使啊。安怎袂使？我虽然年岁有较大，但是真正笑某会听某是我这款。卖安尼啦，咱两个差不多同款，对啦。所以你想查囝会经倒一型？我看是爱其他啦。哎呦，查囝足香气，低高粱先生这型。哎呦，高水个高语这个。没有，我在这里补充，我是喜欢的高追，然后高义很诚实嘛，很诚恳，很古意这样子。可是不是他那种的。你是查某囝，饲囝来甲你打有气，这个你对不对？若是我有查某囝，若见到你这款，我甘愿甲你热死。写的，爸爸的一句座右铭，经常叮咛的一句。我就讲，伊若要出来做歌星，我无赞成伊出来踏入业界。但是伊踏入业界，我敢若甲讲一句话尔。爱有大有细。这条路你家行，爱行顺。要有大有小。也不要自己有意见。意见听别人的，决定不会错。咁正是安尼。哎呦，够准的对，你看，做人爱谦虚。不可没大没小，加做一寡代志，兼讲话。哎呦，这个是啊，这样的袂过字，你看。那个思想都相共的，这免甲我套啦，我平常时啊，就拢甲讲好啊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猪爸爸来这里。是。然后我们掌声给诸葛亮先生鼓励一下。好，那休息一下，进行到我们的龙兄虎弟。